今日早啲沖涼，早啲瞓覺啦嚇。OK。1647。做緊片俾啲觀眾啊，衰啊！我要做影片㗎。做緊乜嘅啊？155，165。你教我165啊？Yeah。太局什么也没有，只有女武神在砍小怪，战斗力也低得可怜。可随着女武神不断击杀小怪，你收到了一个宝箱，打开宝箱后就获得了一名英雄。派他上场后，战力立刻发生了变化。随着一关关的通过，宝箱越来越多，英雄也越来越多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我需要一直手动挑战 BOSS 吗？问得好，在50关之后，你将解锁自动挑战。游戏里还有其他模式，比如无尽挑战、异界入侵、每日冒险、远古战场等。在远古战场里，你可以挑战其他玩家来累积积分，获取奖励。每日冒险为你的旅途提供充足的资源，许多神秘惊喜隐藏在地下等着你来探索。瞧，一只可爱的史莱姆跳了出来，一发入魂，快来加入我们的游戏，带你的专属宠物回家吧。山比婆婆啊，入條線。唔要啊。咁呢個山比唔該。YouTube。然後我就將套 YouTube send 俾人哋。邊個人哋啊？好多人。好彩你唔喺個直播裏邊出現啫。如果呢，你喺個直播度出現呢，我就直接黐落去啦。我會喺度㗎。冇可能。我哋睇下佢做咩？哇，16就得咯。1647。就完㗎啦。
乜事先啊，表哥？做乜事啊，媽咪？